天兰，我是来甲你回信的啦。我本来甲你讲遐个话，甚至害你甲明良发生误会。不过我本意是关心你，我实无愿意看到你受到任何委屈。就算讲有啥物委屈，这嘛是阮两个人的代志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搁插啊，好无？明良对你好，我当然当卖插。不过明良变歹，我就免无管钱。明良变歹，伊免哪有可能变歹？俊生，无论你安怎讲，我对明良绝对有信心。你这么有自信？好啦，我本来是无按算要甲这相片你看，不过我若无安尼做，恐惊你无法度彻底了解明良的本性。相片？什么相片？这就是你无了解明良的另外一面啦。我实在无愿意安尼互你伤心啦。不过我若无安尼做，我阁惊你直受伊欺骗。你哪有这个相片？是我一个朋友摕来互我的啦。你家己想看卖，你四界伫咧找囡仔，明良家己煞去伫咧逍遥，这对你是毋是真无公平啊？原来迄昨晚无转来，就是去有关所在。喂，啥的？好，我随去。天来，有人看到明良，我带你来找伊。冰凉，冰凉，你还倒伫遮啦？哪会这么狼狈？来，咱转来去。我拢陪着，你来是要踢笑我，看我闹亏对无？冰凉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知影最近你拄着真侪困难的代志，无法度解决。不过我爱你了解，咱是翁仔某，无论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支持你。要支持啥？我即摆这么狼狈啦，安怎？你后悔啊？吼，后悔嫁我是？哦，唔对啦，你若莫嫁我，你就袂遮歹命啦。我走到无路用的，我无资格做律师，我无资格做人的老爸，我更加无资格通做你翁啦。冰凉，你是咧讲啥啦？莫搁讲啊，咱去转来去。我袂转啦。明了，莫搁讲啊！你酒醉啊，我送你转来。是啦，咱去转来。我不爱。你是毋对阮庆兰阁袂死心对无？你莫胡白讲啦！我只是关心庆兰，以前话问我也莫讲。咱三个人斗阵大汉，敢讲我关心你甲庆兰安尼也唔对啊？对。我感觉我娶庆兰这是唔对的。我不但无多好伊，佮家己找来这么侪不幸。你看我即摆是什么型啊？庆兰。我感觉你甲俊生两个才上主配啦，对无？哎，庆兰。王董哎，你是创啥？哦，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伫外口替我来走总吼，嘛有一寡开销，啊若无肯淡薄所费，哪会用咧？那才加好心啦，讲甲遮尔好听着。丽丽，你若肯对我，以后我一定互你过真好的日子。王天信，咱即摆合作是因为有条件交我，以后我袂阁甲你什么期待啦。你计是讲你真高，还是真高尚啊？老实甲你讲，你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粒棋子而已啊。我毋是你的棋子，我更加毋是你的佚佗物啊！你的个性跟老爸完全无共款，我也真欣赏。也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了解。了解什么代志啦？我甲你讲，只要若我上着目标，绝对无落脱离我掌握。你
马俊生，也是迄个施明龙，拢总共款。施美良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咧？你唔通袂记哩哦，是你叫我逼去陪上我的。伊是毋是有钱通陪上我，我都唔知影咯。施律师，啊，你哪会来咧？哎，哈姐啊，徐律师啊，你是毋是决定要来陪上我，还是另外拍散？施律师，施律师，你是安怎？这是你头一摆来我的办公室，所以我专门泡一杯上界高级的咖啡，你饮看卖。多谢。听来，这咖啡都要趁上才好啉，来，紧啉来。哼，天来，你放心啦，我唔是款卑鄙的小人。这咖啡内面哦，我无放什么物件。无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天来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我有甲你讲过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袂变，不管你变到什么款，我永远都会等你。真是，我看我还是转来去好啊。天来，我阁有真侪话想要甲你讲呢。你莫安尼啦，我现在。不，天来，天来。你过来要创啥？来，想到到即摆你阁对明亮袂死心啦？敢讲你唔知影，已经准备失去做律师的资格啊？是安怎？因为我叫伊替我办一单投资案啦，结果伊办了无好势，害我甲王董的失去一笔几十亿的生意，刷来还阁赔我5000万。这个毋是上界重要的，上界严重的是这件代志办到咧闹亏闹大，万一若传出去，你讲？敢觉阁有人敢请伊做律师？你讲的敢真是？哈！但伊款两倍型，你也毋是无看样。我甲你讲，即马明亮的前途，就掌伫我的手头。只要我莫甲伊计较，就当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当然，你应该知影，我是有代价。我唔相信，明亮的能力我真清楚。就算讲伊案件办无好势，嘛无赔钱的道理啊！哈！问题是明亮，伊有签一张签条啦。即马所有的证件啊权状拢伫伊手头放给你，王董会要搁有亲戚。我看伊毋若爱赔钱，凡事还搁互关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代志到这款地步啊，你唔相信嘛袂用紧。即马明亮的危机，只有你才有法度化解。你莫安尼啦！天来，还搁有咧，敢讲你无想要找到小伟？我有拜托人去找啊，嘛已经有线索啊。总讲你若唔答应，我是唔敢甲你保证讲一定找得到。俊生，你若是有小伟的消息，你一定要甲我讲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甲我讲，好吗？我当然嘛会甲你讲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啥物代志拢会甲你讲。我会比明亮。你莫安尼啦，俊生，俊生，你莫安尼，我求你莫安尼好。俊生啊，你还动脚动手，你先创啥嘿？你有安怎啊？无啦。俊生啊，你绝对袂无缘无故来遮，你是毋欺负庆兰？我哪有欺负庆兰啊？我顶多是咧甲庆兰斗相共的。庆兰，我拄则甲你讲的代志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明了咧。我唔知。喂，是啦。啥嘿？面容啥病？喂，得到一个病医。王董的，是的啦，我唔是调工，王董的，王董的，我唔是调工的啦，是的啦，王董的，王董的，我唔是调工的，我真正唔是调工的，我唔是调工的啦。明了啊，啊你细细念是念什么的啦？明了，我唔是调工的啦。明了，是我唔好，
我无应该拍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好无？我原谅你，也毋过啥物原谅我？我做出一件我连我家己都无法度原谅的代志啦！明良，你较认真的，天下的无啥物代志无法度解决的，只要咱两个人心连心，搁较困难的代志拢嘛有法度解决的，吼。要哪解决？我问你啊，要哪解决？阿爸即摆咧入面，咱社会搁放过你，我搁犯着这款的错误。袂用，我袂去连累你的，我袂去连累你的。明良，明良，啊你是要去倒位啦？阿母，我甲你做的代志，我甲你做的唔对，我会去解决。阿母，阿母，真的，阿母真的啊！阿母，我甲你做唔对的代志，我甲你去处理。你莫笑我这个囝婿无路用。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哦，我弄甲弄家煞地啊啦，真的啦。哎呦，明良啊，你是讲去倒位去啦？有啥物困难，还紧想办法解决，爱面对现实啦。是啦，尊兄有甲我讲过你的代志，伊讲伊会替你解决这件代志。尊兄甲你讲啥？尊兄甲你讲要替我解决代志，伊搁讲爱什么条件无？我就知。尊兄的个性我太了解了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做的代志，我甲你去解决。你甲囡仔带大家就好，知无？其他代志我莫管了，知无？明良，阿母，要安怎？啊，明良，这个囡仔哪变甲安尼啦？尊兄，你哪是啊？我有恁兜的锁匙啊，我随时拢会当来啊。安怎？迄个庆兰有像你想的安尼，互你足满意的无？我看吼，我是加问的啦。啊，看你这种表情哦，我就知影一定互你足失望的。哎呦，庆兰无甲你安慰着，无要紧啦，互我来甲你安慰啊。你讲，你甲社会藏到什么所在？我是安怎都爱甲你讲的。你知影无？即摆对客人来讲，上界重要就是社会啦。只要你甲囡仔还，客人伊就乖乖听我的话啦。你即摆就甲我讲，你当你甲囡仔送在倒？你甲我放开啦！马俊生，你甲我当做啥？我已经将身躯拢互你啊，是安怎？你竟然连一句关心的话拢无，讲来讲去只有庆兰尔。你袂惊心？这是咱两个人的条件交我甲约束。就算是安尼，啊，不过我你伫你心目中，感觉一点分量拢无。我有度量帮助你得到庆，我干那希望讲你对我一点仔关心。假使讲连这点你都做袂到，我嘛无想要来斗相共。哎，弟弟，小等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歹势啦，是我唔对，我甲你跪死咧，好不？弟弟，其实我嘛是真关心你的啊。别生气啦，好不？俊生，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你讲呢。什么代志啊？迄投水的代志，你莫赶紧进行啊！迄宽庄毋是已经拢判决啊？哎呦，迄是闭明良的手段尔，即摆目的已经达成啊！王党的哦，希望你会当赶紧去签约。我要先得到庆兰，我就要抢药。哎呦，你听我的话嘛，你先去签约哦，我就会甲囡仔抱回来互你。到时阵哦，庆兰若无听你的话，嘛袂用的啊。入来。王董事长，坐讲。王董事长，
是你送我去病院的是？迄无啥物啦，你免囥在心肝顶。要毋过，我要请你做我重要着出的代志，我是真心意的哦。王董事长，我就是特别要来拜托你，给我牵一段时间，无你看我会当甲文件找转来。迄无重要啦。我甲罗董的签约代志，我已经拜托别人去做啊。啊，你欠我的吼，我想讲，你若将这案件办落去，咱做准算。这拢是人欠你钱，你要处分人财产的案件。拢毋对，这内面有的是借条，有的是本票。你的任务就是以律师的身份逼伊还钱，若无就是查封，还是拍卖你财产。王董事长，这人先来欠你遐济钱，谢律师，你假使若要对我做代志，有一个原则你会记，莫问东问西。这拢是巧笑对无？巧笑嘛是笑，欠钱本来就还钱啊。假使来是法律上正常的案件，我会当接受。啊，若这种讨巧笑的代志，歹势，我无适合。等下，金明亮，我真欣赏你，所以才会请你来替我做代志。假使你若拒绝我会当马上告你诈欺侵占。董事长，我为着这个代志已经付到这么狼狈啊，是种上天害你的代志，我死都袂做。欧良，大人，可以批判一下。是。喂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讲你甲物件甲我赔心折肺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拜托的啦，你甲物件害我无，拜托的啦。你这后白讲啥啦？你唔对人啊啦！无好啦，就是你啦，拜托的，你甲物件害我啦，拜托的啦，拜托的啦，你唔对人啊！你别走，你是要创啊？你是要创啊？想要创啥？当然嘛是来教死你的。你上好叫王党迄事去做，若无吼，你就死了一条啊！谁把我带来这？是我啦。是你？拜托，你去甲物件害我无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做，害到偌凄惨，你知无？我是一个律师呢，你害我去用告，你是安要安尼做？你是安要安尼做啦？我嘛是不得已的啊！得意？敢讲是有人逼人心？会使安尼讲啦？我即马吼袂计较讲谁甲你逼的啦，我只求你物件害我无，拜托的啦。物件去用摕去啊啦！是有啥物人摕去啦？我免讲的啦。经理，这拢是事先设计好势。来啦，人家第一啦。你到底是啥？你甲陈丽丽是啥物关系？我叫我过来啦，你就是阮小妹啦。伊是恁小妹？我知这件代志，互你受到真大的委屈。也不过你袂当怪我，袂当怪丽丽啊，因为我咪是受害者啊。你即马讲这我拢听，而且我即马无心情听你讲这话。我拜托，我即马敢爱你甲遐物件害我好无？物件你摕去啊啦。你是伫伊倒？你甲马主任签约啊？即个马主任来签约，王党就甲阮爸欠伊照顾甲权责还原，所以讲我拄啊讲的，我嘛是去用逼的啊。敢讲，这嘛是另外一个含志心。